性别印两性奥，大家好，我是碧纯，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现代性别多元平权观。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要谈的是摸一下有那么严重吗？其实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一下说，摸一下，我到底有没有给人家摸一下呢？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我常常看到很可爱的小朋友，我都会去给他摸一下，捏捏脸颊，觉得哦这样好可爱哦，真的很想摸。但是呢，现在的社会，如果说你这样给他摸一下，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了解。好，一样来介绍来宾。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性平等办公室执行长，我们欢迎陈雅芬执行长。大家好，我是雅芬。是，然后接下来欢迎的是长荣大学大众传播系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最后一位是昆山科技大学幼保系助理教授王美琴老师。主持人好，我是昆山科技大学幼保系助理教授王美琴，大家好。非常欢迎这三位哦，我们在这个平权方面呢非常棒的一个专家。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主题的探讨了。好，那我刚刚讲到说我可能会去摸摸那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啦。好，那这样子，另外其他可能很多人会说，职场上最常遇到的说啊。你辛苦了，拍拍肩膀，这样子，或者是说，有一些抱抱一下，说，你辛苦了，再拍拍肩膀，这个可能就更严重了。所以到底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分寸呢？会不会触犯到什么样的法规呢？我们一开始还是来请教我们执行长。好，大家好。有关这个摸一下要不要紧，其实在现代摸一下，其实它有时候是很要紧的。是很严重的。对，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性骚扰它是一种，就是说性骚扰的申诉人，他其实他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只要他觉得说你摸了我、碰了我，我觉得不舒服，那这样子就可能是构成，就是觉得就是性骚扰。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办公室有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就说刚刚某某人讲了一句话，然后讲完以后，他可能是有一点点色彩或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人哄堂大笑，然后我们又接着就会有一句话说，你这样子性骚扰我要提出申诉。然后那个当事人就是讲笑话的人就说，可是刚刚你们有笑啊，表示你们没有不舒服的感受，你们有笑觉得很开心。对，那这样有没有构成呢？对，所以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某一个在当场的一个同事呢，他听了这个荤笑话以后，他觉得不舒服，那可能就构成了。就是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啦。那可能刚好你讲出来以后 ，A 觉得 OK，B 觉得不 OK。所以还是建议说尽量不要讲。所以除了肢体的碰触以外，连讲这个笑话，其实在办公室啊，或是在什么地方，某些场合都很容易听到一些荤笑话。哇，那这个可能如果觉得不舒服的，你可能就构成性骚扰啊。那如果大家哄堂大笑的，那个可能大家就算了。就是大家也觉得好笑嘛。好，那我们请教英韶老师，像刚才我讲到的，像我都会摸摸小朋友，但是我后来发现说有一些新闻事件是说不能去碰人家小朋友，好像也是不太对，对不对？其实这个摸一下像过去我们很容易，尤其在电视上也常看到啊，主管啊，可能为了他认为啦鼓励、安慰或者是认同，那就伸出手，拍拍肩。那这个拍拍肩的动作可能会觉得说是一种长辈，或者是一种长官，或者是一个前辈对你的一个，其实这种在现代社会我们都建议不要，对，那更遑论别人家的宝贝，很可爱，有时候我们真的忍不住，太可爱了，对不对？也请你不要，也不要，对，除非征得家长的同意，是不是？是，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宝宝吗？是，然后家长可能现在也会跟你说，最好不要，可以不要。好，那我们就不要。所以刚刚像执行长也讲到了言语啦，那其实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说，像这个新修的性工法里头就提到了不当的凝视。
眼神，不当的凝视，不止动作，不止讲话，连眼睛都可以构成骚扰哦。对，而且这个摸啊，不只是拍拍肩啊，比如说碧纯，你的头发跟我的咱们都这么长，对，这么长，对，然后走过去我就帮你这样一下，回着的啦，对，回子嘞。你要不要？我要看看是谁。哦对如果我很熟的，我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就 OK。因为有些人真的掏嘛，对，就对3位老师摸我都 OK，因为大家会说啊，你头发好长哦，然后就我看看发质如何，会摸我就觉得，这大家只是欣赏哦，然后想看看说发质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对，那如果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男生，我怎么敢让他摸？如果是你们副理嘞，副理摸你的头发，哦，不行，男生一般我不会让他们摸啦。对呀对，我会觉得其实都会觉得怪怪的。是我就自己遇过，有人就说啦，头摸是也无感觉，叫人摸一个是安怎？有啊，摸的时候我头皮有感觉，哎，心里面就不舒服，对，心里也不舒服啊。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呢，对不对？对，就有人会这样讲，所以不要乱摸，对不对？对，其实刚才英嫂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好可爱的 baby， 你看啊，我们这个 baby 生下来，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讲话，说我不舒服，所以事实上现在是 baby 不舒服，对不对？对呀，baby，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即使再怎么可爱的 baby， 你还是要问过他的父母亲或是照顾人，说，我能不能摸他一下？实在太可爱了。那我曾经遇过一个我的学生。他说：“老师，我在上电脑课，然后呢，助教说就这样操作。结果我学生握着滑鼠，助教就直接从他的手握下去，直接这样操作滑鼠，说这么容易，你怎么不会呢？”你看，我们都摇头了。对啊，这个助教有点没 sense， 他们会想到，可是他就办坏事。对，可是他可能前后会可能只有1分钟这样子握着他的手，然后就是滑动，真的就是盯着那荧幕，不是盯着我学生，是盯着那个电脑的荧幕哦，这样滑一滑，说就在这里，你找到了吗？然后就放开了。可是我学生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哇，那执行长如果像这种状况啊，那个学生觉得不舒服，那他要说他是性骚扰，这样也算吗？他已经不舒服了，调查还要经过调查。对，就是在学校系统，就是由教育局还会经过调查。对，其实我们在讲因为我的主观感受，当然我们要考虑行为人他的一个初始意涵呐。那我很不舒服，可是对方可能就像刚刚美琴老师讲，他真的很专心在教你。对，那像这种我们其实都会启动调查，其实不仅在学校，在职场也是都会有所谓的申诉，那我们就会进行调查。那这个调查的过程里头，申诉是他的权利，但是最后呢，这个调查怎么样来判定他是否为性骚扰？还是有空间的不是说每一次的呼喊，那可能都会被判定为成立所以这也不一定。所以大家不要讲说，哎呀，那新话还新娘，我遇过就双边都喊对方性骚扰对。其实刚刚我们在讲，我们都是成年人嘛，那 baby 他就不会喊嘛，那可是事实上18岁以下的，他本质上都是有监护人的。对未成年人，那所以其实遇到尤其是陈述语句陈述不清的比如说像国小，那有时候小朋友跌倒了啊，老师把他抱起来啊，不要哭啊，帮他全身拍一拍。那回家了，他说老师今天帮我拍，他还拍到我的鸟鸟，好好玩哦。小朋友无心的话，这家长听了会疯掉。对，可是他回家是讲给家长听，可是孩子还是乐咪咪的啊，他觉得很好玩哦。老师对我好好，对不对？可是家长听起来不是这个样子。对，拍就拍，怎么还拍到重点部位去？那可能小朋友的表达，他只是很直接的说，但是说的也不是真的是人家故意的，或是怎样。对。但是像这样子的整个互动所以其实像教育部他在像比如说，特别是对一些体育教练有一本很完整的操作手册。体育教练。对。
对会对触到身体部位的对，即便是部分在职场上哈，对这个是很专业、很重要。像过去的网球教练可能会从后面啊，陪着你的动作，拉着你的手拉着这样甩挥拍是啊，这个现在都不行。哦，现在都不行。以前我学网球也是这样但是那时候没有觉得怎样，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你学就是要这样子，对对，熊抱之你自己弄得不好的话，有熊抱之语哦，对所以现在教育部的指导手册里头哦，其实图示都很清晰哦，包括像游泳教练哦。游泳教练不能直接去吐你的肚子学漂哦，他要隔着浮板，要隔着哦，不能直接碰到就因对了，为你要那水哈，这样飘来飘去，我们看不准嘛，我们不是熊在抓鱼嘛，我们碰不准啊，也是碰出过问题来哦，因为肚子跟重点部位其实也离蛮近的，那结果一戳错地方，哇。哦，我知道，戳到某个大家认为重点的部位，对，就会有问题了。所以不可以裸着手去碰哦。哦，哎，这个有很完整的街市标准，像健身教练这个都有哦。健身教练都有，对对啊。所以执行长，你觉得说，其实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让大家可以有一个遵守的规定然后就可以避免说，有时候你说性骚扰真的是很难去界定，对不对？对，其实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就是是不是合乎常情。之前有一个案例，他是就是2位男女同事一起出差，结果那个男同事呢，好像说我是副驾驶座，你是然后你就要帮我拉，你要怎么帮我拉安全带？哦，我整个人就骂到你的身上去了，对拉安全带。对，那个在那一边呢。对啊拉过来啊。然后可是他是不会拉吗？为什么还要人家帮忙拉？对不对？他会说你干嘛帮我拉？服务态又是好心办坏事。对，哦有曾经有这样子的案例，所以要很谨慎。而且这个很不合理嘛，你看刚刚我们主持人就讲了，他自己会去对自己会拉呀。对，如果我说我拉不到，麻烦你，对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一回事。对，他就一上车就主动要帮他拉。对，哇，那个是要很整个人趴上去才有办法拉到对啊，所以难怪会被怀疑啊，是不是？这个我们在调查就说，显不合理嘛，很不合理。对，显不合理呀。可是这个我们在偶像剧很多都会看到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要接吻的画面，对不对？所以有很多都是被那个剧情人控制一下剧情发展，会被剧情影响，所以很多观众就看多了，对不对？没错。那也曾经还有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工作的场所，它的空间很窄，然后因为他那个单位呢又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就常常会同事之间呢就是说擦肩呐，或我要这样子要过，然后就有人申诉说某某同事他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故意要碰我撞我一下，对，这个在实验空间里头。我自己有经验，老师走过去遇到吗？没有，我审查的案件，你审查案件，老师一走过去就归白回了，哇！然后老师是主张说那个实验的空间走道很小，不适当怎样？但是因为同一个实验空间会有其他老师操作，还有实验室有设置标准，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老师虽然主张说，我是因为走过去我不小心，可是我们就会用其他的客观的佐证。看别的老师上课有没有会不会对，然后再来这是不是国际标准空间的配置？如果连老外人高马大都没事，那我们也不太应该出这种状态。那位老师应该没有撞到200-300公斤那么大。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私底下，当然委员也是人嘛我们私底下就会说想康想胖，因为他以为自己很有说辞的聪明，是他就说我就是不小心我就是走过去怎样。可是问题是出在，如果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小心，那还可以说你不小心。可是问题别人都说没有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个困扰，那显然就是你的问题了。所以刚刚还是回到一个常理判断的事情来了。要看合不合乎常理。然后，那美琴老师有没有
经验分享。我刚才听执行长还有英赏老师的讲法，我就想到我自己小时候啊，那国小生其实又是小女生，可爱可爱。我还记得常常我爸爸都会带我去一个伯伯家，然后那个伯伯是我爸爸的很好的朋友，可是我都很不想去，为什么？只要到那伯伯家，那伯伯就会主动把我抱起来，然后就一直亲我。还亲你呀？对，然后就会讲说欧鸟啊，欧鸟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欧鸟就是水的意思，可爱的意思。呀。然后我就很不要，我就一直挣扎。那我爸爸就会说啊，我能金姐啥那，能叫你欧鸟啊呢？你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很多长辈是这样子的，传统的到现在都还有，长辈是这样子的。对，到现在都还有。我处理过好几个案件哦。我们刚刚是说啊，妈妈听了不高兴，可是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人家喜力打的关心哈，人家也不是刻意怎样。比如说像这个孩子走进校门口，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的一些学校的工作人员每次就来帮他牵手。可是妹妹会觉得我自己走就好，那所以那个长辈来帮他牵手，他就会甩开，甩开。那后来妈妈就跟他说：“你这样会被人家说没家教、没礼貌。”对，我爸爸就是这样子说我没礼貌，一直到现在。后来事实证明，那不是礼貌的问题了。对等到孩子吃了大亏，那妈妈因为像他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嘛，家长一定要来陪同。妈妈现场哭到死去活来，哇，真的出问题了，会很伤脑，很心疼，说自己的女儿就吃亏了，或者被怎样了，然后孩子吓到还去看心理医师。对，所以那个家长就这时候就很伤心，可是他就一直说，我就是不应该跟他说要有礼貌。对，有礼貌没错，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家长真的要看身体的自主权，对，跟礼貌没有关系。如果自己觉得心里不舒服，好像美琴老师那样不舒服，其实父母就不应该要强迫。真的是很早期的事情了，不像现在的是现在，对现在的状况，现在又不太一样，有非常清楚的身体自主权。对，那执行长呢？现在有一些案例，他就是说可能是平常的互动蛮好的，然后可能是不同性别，然后平常的互动很好，然后平常就是打闹习惯啦，对，或是说对打一下啦，或是有时候就是搂一下啦，但是突然之间某一方他觉得说我不舒服，或是我不喜欢，或是我那天刚好心情不好，他就反弹了。也曾经有这样子就闹起来，要注意，今天就不行。对，然后他们来申诉的时候，陈述的时候是说，平常就是这样子打闹习惯了啊，我也不知道说这一次为什么他就翻脸了，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讲到这边，我要举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因为像我们出去采访新闻，那之前我们都会跟他握手嘛，是一个礼貌。好，你知道握手的时候怎么握？握着不放，不是握着不放，他还就是分析他在里面这样给你这样，哎呦，握了之后他在里面这样，然后大家都看不到，就是我有感觉到，赶快甩开，对，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一位，其实那一位之前还是蛮重量级的一个长官，我就看到他就远远的你好，绝对不跟他握手。但是很闷啊，你要怎么去检举他？对啊，真的你们没有人遇过吗？这有时候真的讨厌。有有遇过，你看是不是很多人遇过都不敢讲啊？对啊，真的就隐忍，很气耶。对，因为你会觉得说，那我要是说出来了，别人会相信吗？对啊，对那会不会是我的问题？有的人会说都看你水啦。不会也跟你讲不小心手在划到的。对，有的人会觉得他隐忍是因为他觉得说对方他得罪不起。对，有一些就是，而且以前没有那个跟骚法的时候，这现在就叫做权势性骚扰。要是现在我就去告了，有明确的法令。对，所以我们在职场上真的也会常常是在不特定的状态底下遇到尤其像碧纯这样的工作，常常是在外面
跟很多的陌生人进行陌生的接触嘛，你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人。那所以像以我们市府来讲，我们也有很多公共服务的人员哦，那像百货公司啦、卖场啦哈，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产生。所以现在这个其实新的性别3法都有去做逐一的规范跟揭示啦。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职场的老板必须要关切到这些问题哦，也不能再去说哎呀，不是咱的员工啊，哦，你已经不能这样讲。对，只要在职场上，雇主都有责任。哦，雇主都一定要有责任，对不对？对，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录影，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外部的可能你们的配合厂商进来，然后就是有不礼貌的行为，那其实公司这边就要处理了。我就要去跟我们的长官报告，对，然后请他出面，一定要启动一个调查、一个补救的措施。所以刚刚碧纯讲到的情形，不是跟烧法而已，就是说老板也要负债同样的责任，不然是要罚款。那我回来要跟我的老板这样投诉一下，投诉，然后他不能不理你哦，他不能跟你说秀秀啦，可怜的碧纯，不能这样就算了。忍一下好了，我们不能得罪他，不行，不行。而且他一知道，他就要开始进行所谓的这个正式的处理的程序哦，不然规间公司不会对掉哦。对，所以这个跟企业来讲，就是我一开始在讲的，就跟那个企业对不对？方面他们这个 ESG 很重要。现在大家都打造这个，对啊，对社会责任真的是非常重要。要给一个性别友善的一个环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其实像现在，不管是在公部门啊，像军方、警方，他们过去都是比较阳刚的地方嘛。那过去可能他们就是哥们兄弟俩，然后大家在一起就笑话。北开啦，开玩笑。其实现在他们也一样哦，要做很大的一个导正跟修正。对，即便因为像说同性，即便是同性，刚刚执行长有讲到嘛，说我一个人讲笑话，然后大家哄堂大笑，可是可能有一个人。对啊，不舒服，他不舒服啊。对，那几次不舒服下来，如果他讲了说你不要再讲了啊！大家会跟他说：“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什么你听不得吗？你怎样？这还有可能构成性霸凌哦！哦，性霸凌变得这么严重？你们全部的人一个人哦，全部的人，因为你大家都说我们都可以听，就你一个人不能听。我们都喜欢听，只有你不喜欢听，这样吗？对，这样好像排挤他，排挤他，所以是性霸凌。对，因为陈述是他的权利。对。哇，就像我的朋友，他在工作职场当中比如说下班的时候要去客户那边，老板就会说：“某某某，你下班也跟我一起去应酬。”然后他说：“老板，这是你的场子我不要。”可是他就真的不得拒绝。老板说：“你就跟着去啊，反正那个老板你也认识。”结果到现场之后呢，就会跟他讲说：“来了，拎几杯啦，哈，敬个酒，对，敬个酒。”然后他也觉得很两难，他也不知道到底该敬不该敬。然后不喝的时候，老板就说：“你把侯面面子一下，那个喝一下会怎么样呢？”对呢，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状况尤其在某一些行业，像业务。对，业务这个行业，这种情况还蛮普遍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如果这个员工提出申诉的话，所以就是有接过蛮多类似，就是很业务的方面非常多。对，他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为老板，他可能说为了绩效，为了绩效你就去你就去就应酬，应酬但是可能应酬的场合，有时候就是大家喝得很开心的时候，就会跟这个女性的业务说来啦，你啉一个啦，你给迄个一个，或者越做越近。对越做越近，然后让他就会觉得很害怕现在就是很强调每一个人第一个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尊重自己的权益，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拒绝。是，别人 say no， 那就是 no， 那你自己也要勇敢 say no。我想这个对我们很多人，像我就遇过很多人会说，我不好意思说，我觉得我怕，我担心，种种的忧虑。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性别3法就是要告诉你，你不必忧虑。你可以不忧虑，那老板你必须要提供让人不忧虑的性别友善工作的环境。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要努力了哈，还有努力的空间哦。否则像我那个朋友到最后我说，那你当下怎么处理？他就说还是要喝啊，因为那个厂子对啊，几百万的厂子，如果被他搞砸了，老板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可是他到最后，他真的觉得这个场域真的太不适合他了，他就辞职了。哦，就辞职了，搞到自己工作都丢了。是。其实不只是我们台湾的现象呢。你看，像我们邻国日本，他们有一出剧叫《我要准时下班》，里头有一集哦，就专门在讲这个。甚至他们是帮客户设计出来的那个服装啊样本啊，就请他们的女员工当成 model 哦，那展示出来。可是对那个女员工来讲，她说，这种衣服我穿起来很局促。泳装，然后那种小运动可爱的那种运动服，他说他不习惯。可是厂商说，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本来就是给女人穿的啊，你就是女人啊。天哪！对，然后他就不得已就穿了。所以基本上哈，像这样子的，其实应该是全球的吧。应该是。所以我们也会去揭示所谓的妇女保障公约、西斗公约。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都听过哈，我们要做妇女保障。那其实不是只是说要保障妇女，而是说过去在人类的刻板整个价值观里头，好像女性比较容易。对。不过也有女性骚扰男性，或是女性骚扰女性，也都有。也有女性的雇主，她是。他的对员工的一个友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送他情趣用品。这个就很对，大家都会乱想吧。对，而且他不是只有送女员工或是男员工，就是一律都送。他觉得这个是我就是跟你们很 match 啊，跟你们很好。这个我觉得哈，我们在职场上呢，我遇过的状态是，女性主管为了刻意表现自己。跟大家都是友善的兄弟哥们，可以很好相处的。是哦，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什么柔弱的女性来看待，反而有点过犹不及的表现。这个倒是我会觉得这也是女生在职场上辛苦的一个地方她或许啦，或许因为我那个案例我没碰到，我不太知道她真实的状况是怎样，但是我就会想说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两面的可能性其实都有啦，但是因为这可能这个执行长这边的那个职涯的案例会比我们再多一点。有一些是从就是以前的案例去发掘出来的一些太阳啦。对，对啊，所以都要非常谨慎。对，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了很多这个案例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这都是在电视剧出现，但是呢，其实电影、电视剧演出的，就是其实很多都是真的。你有时候觉得说男生就不会被性骚扰，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像我们自己遇到的状态男生被性骚扰的为数不少，而且都不敢讲男生更不敢讲啦哇！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集就是要鼓励大家说，你要尊重别人，别人觉得不舒服，你就不要觉得自己很幽默，或者是说你对人家不是构成骚扰。那自己呢，如果觉得不舒服，你要勇敢说出来，才不会人家继续说你觉得很开心，我继续讲，或者是继续做那个动作。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3位来宾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然后这些案例呢，也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做参考那大家当然要建立正确的观念该说不的时候就要说不，对不对？然后你也不要把你自己不好的行为强硬施加在别人身上。好，那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好，再次谢谢各位来宾，谢谢你们，谢谢大家，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再会喽。